最后一片叶子。一，张笑和黄熙是在一个咖啡店里认识的，他们都是画家，因为他们喜欢在一起聊天，所以他们住到了一起。现在是12月，风很大，天气很冷，很多人都得了肺炎，张笑也得了肺炎。黄熙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在房间外，黄熙很担心地问医生：“他怎么样？还有希望吗？”“有10%的可能，但一定要他想活下去才可以。有什么能让他看到希望的事情吗？”医生问。黄熙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他一直想去北京画故宫。”“画画不太好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有喜欢的人吗？”“没有，医生。”黄熙说，“他没有男朋友。”“这样啊。”医生说，“我会努力，但我觉得希望不大。”医生走后，黄熙哭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唱着歌走进张笑的房间。他很努力地想让张笑高兴起来。张笑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好像睡着了。最后一片叶子。2，黄熙不唱歌了，他坐在窗边看书。突然，他听到张笑在说话。他放下书，走到张笑身边。张笑看着窗外，好像在数着什么。12，过了一会儿，11、10、9，然后马上又数了8、7、6。黄熙看着窗外，只看到了旁边房子的墙，墙旁边有树，大风吹过，树上只剩几片叶子，好像快死了。只剩5片了，现在。张笑说。笑笑，5片什么？黄熙问。叶子，张笑回答。等最后一片叶子掉了，我也就要死了。2天前我就知道了，医生没有告诉你吗？笑笑，别这么说，不要想这些了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我不想吃，张笑说。他看着窗外，现在只剩4片了。笑笑，听话，别想了，你睡一下吧，我回家帮你拿些衣服，马上回来。黄熙说。最后一片叶子。3，黄熙回家拿了衣服，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他看到了老王。老王已经60多岁了，住在他们楼下。他说他也是个画家，但一直没有画过什么好的画。
别人都不觉得他是画家。老王很爱喝酒，有酒喝高兴的时候，他会和张笑、黄熙聊一会儿天；没酒喝不高兴的时候，他就不爱说话。黄熙和老王聊了一会儿，他告诉老王，张笑一直在数墙旁边的树上的叶子。他觉得当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时，他就要死了。不是吧？他怎么会这么想？老王叫道。这些天他想的有点多，黄熙说。黄熙回到医院时，张笑正在睡觉。黄熙很担心地看着窗外的树，又看看床上的张笑。他把窗帘放下，然后走了。第二天，黄熙很早就起来了，他听到张笑在叫他。打开窗帘，张笑说。窗帘打开后，张笑起来，看着窗外。他们看到树上还有最后一片叶子。最后一片叶子，4。还有一片叶子，张笑说。昨天晚上的风那么大，还能剩一片叶子。但是今天，这片叶子一定会掉下，然后我就要死了。那天风很大，吹了一天，但是过了一天，那片叶子还在。第二天早上也是，那片叶子还在。小溪，张笑说，我错了，那最后一片叶子在告诉我，我想死是错的，给我一点吃的吧。过了1个小时，他突然说，我想去北京，我好想画故宫，我还有好多想去的地方，我不能死。那天下午，医生告诉黄熙，他有50%的希望可以活下去。过了几天，医生说，他可以活下去了，但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地方的老王，你认识吧？他因为肺炎，可能没什么希望活下去了。那天下午，黄熙走到张笑的床边，哭着对他说，笑笑，楼下的老王死了，因为肺炎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一个风很大、雨很大、很冷的晚上，他拿了一些笔，然后你看墙上那最后一片叶子，为什么它在风中一动不动？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老王最后的画。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那个晚上，他画上了那片叶子。他画得那么好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。故事完。